大家好，我揀咗一本叫做《心連心》嘅書介紹俾大家。呢本書講嘅係一個團結就是力量、團結戰勝黑暗嘅故事。2003年，香港走過一段唔平凡嘅日子，SARS 即係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，係香港人永遠唔會忘記嘅集體經歷。幾個星期裏邊，呢一種無影無蹤嘅致命病毒，令到香港驚心動魄，接近300人死亡，百業蕭條，冇人知道呢一個疫情幾時會消失。但係喺SARS嘅危機當中，香港人展示咗高度嘅團結精神。醫護人員面對死亡威脅，仍然堅守崗位。市民自發咁樣去清潔環境，自覺咁樣去遵守衛生指引。個人嘅力量可能係微小嘅，但係當每個人團結起嚟嘅時候，力量就可以係無與倫比啦。疫情將好多人隔開，但係我哋嘅心仍然連在一起。我介紹嘅呢本書《心連心》係一本攝影集，裏面冇太多嘅文字，但係有靈魂嘅相片，可以勝過千言萬語。書裏面一張又一張嘅照片，記載住香港人喺SARS嘅戰役當中嘅每個關鍵時刻。喺越黑暗嘅日子，我哋就越能夠清楚睇到人性光輝嘅一面。呢本書嘅照片，我睇到嘅唔係悲傷、憂患、無助，而係團結同埋希望。我誠意推介《心連心》呢本書俾大家，讓我哋一齊重溫喺2003年香港人團結一致戰勝SARS嘅呢一段難忘回憶。